如果说做创作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自我质疑，对，而且在比如说求学阶段，或者是到现在为止，偶尔或时不时那个东西还是会跑出来，所以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要坚持，而且因为很容易听到一些，就是听到各种质疑的声音的时候，就会你自己都在质疑自己了，又听到别人的一些疑问或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更怀疑。所以做创作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会一直质疑自己，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对，那这个是心理层面的，然后再来最大困难就是现实层面的，就是以前都会在学校求学阶段，老师会叫你不要想现实经济方面的事情，但是你毕业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说，其实这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一定要找到现实，就是生活上的平衡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好好做创作，不然你根本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情。就是虽然你好像即使今天好像状态比较好，不质疑自己了，但是你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你的经济来源，那你没有办法做下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，第一个就是要诚实的面对，然后把这个质疑的声音，就是有时候要暂且忽略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经济上要保持一个平衡点。对，就是一个是内在，一个是外在的了。感觉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自己的方式跟答案啊。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尝试，然后失败或成功。那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个，我背后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啊，我觉得第一个要有勇气，第二个要有毅力。就是我觉得常常面对失败之后，就是你要再一次去面对一个极有可能在失败的事情，它就是需要再提出一个能量或者是一股气，那我就成为勇气。就是有时候是看似很简单，但是在你跨过那个坎之前，都是一件很难以想象得到的事。